伫龙西热狗的热烈助阵，市长吴永铁甲东区区长黄炳文等一民代贵宾，拢亲临祈福动土典礼，场面相当盛大。因为伫乡亲眼中，专南里活动中心是因望40栋的建设，4月2号将伊开工。我们活动中心的立场就是市长的立场，就是希望能够越早越快越好啊！只要找到合适的土地，大家可以赶快群策群力把活动中心盖起，因为可以提供里面很棒的一个活动的空间。老人人口一直在增加，那所以这一块我们一定要做。但另外我们要顾老以外，我们让小朋友能够很快乐的在这边活动，所以我们户外空间有非常好的一个规划，大家可以闲话家常的一个区域。经过2任市长、4任区长的专南里活动中心，在位伫富联路巷内精华区域，大约215坪，投入4250万的经费。未来将兴建地上3层，提供包括照顾老人、体点幼童等多功能的公共空间。整体活泼的外观，结合社区等的设计，更象征是里民第2的厝。当然，活动中心将伊美梦成真，上感动的也是拍拼争取的朱青里长甲议员小婷。在这个里也服务40几年啊，能够把这个活动中心建成，然后给我们以后里民有很大的空间的活动，活动给我们里民呢有一个休闲啊或活动啊，创造这个一些才艺的地方。2、3下的功夫呢，其实过程中呢，努力了5年，整整5年。所以芝姐跟艾迪家呢，好像也是孕育出一个小孩的这种概念，所以非常的兴奋。根据了解，东区的活动中心除了2号专南里的动土，另外新大里甲后甲里伫4月底5月初嘛拢要正式启用，希望东区会当一步一步落实一里一活动中心的目标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